魚油吸收就真係冇輪蝦油吸收咁好啦。輪蝦油係水溶，可以好快就融為一體。80到120隻蝦仔先得出1粒輪蝦油，係比較稀有㗎。所有人都有個童年陰影，魚油聲大夾惡啃。好彩而家有新嘢出嚟，進步咗。康之森南極輪蝦油，當地人叫佢深海紅寶石，直接咬爆佢，唔會聲，有啲蝦米味。簡單嚟講，魚油有嘅佢都有，魚油冇嘅佢亦都有。除咗有 Omega-3、EPA、DHA， 仲有磷脂、蝦青素、膽鹼。佢嘅抗氧力係維他命 C 嘅6000倍，係 CoQ10 嘅800倍。唔使跟餐食 ，Water Soluble 吸收就易好多，當零食食都得。而魚油一定要跟餐食先吸收到，隔住一層介質，吸收率梗係相對差㗎。輪蝦油簡直係彎道超車。再直觀啲俾大家 feel 下，分別加入水同食用油，左邊落康之森輪蝦油，右邊落魚油，熬勻佢。輪蝦油係水溶，可以好快就融為一體。右邊點攪佢，都依然睇到清晰分層。咁樣輪蝦油食落肚咧就更好吸收，同時仲可以帶走多餘嘅脂肪，降三高，好有用。輪蝦油來源係極地野生蝦仔，南極純淨海域。有研究話，80到120隻蝦仔先得出1粒輪蝦油，係比較稀有㗎。仲有一點，輪蝦係植物鏈最底端，冇咩重金屬污染，夠晒純，極淨海域加食物鏈底端，雙重純淨加成，完全唔使擔心海水污染問題。多個國際認證，可以放心食。街坊朋友實定問，啱咩人食？好似 Benny 咁上下年紀，仲成日要用腦，甚至捱夜，一個唔留意就會膽固醇高、血壓高。好離記性 DHA、EPA 可以降三高，對呢度同呢度都好有幫助。我初食最直觀嘅感受就係做完一日嘢，對眼都唔乾啦。老友記就更加唔使多解釋啦，修復心腦血管。輪蝦油對關節仲有緩衝劑、潤滑劑嘅作用添，又要比魚油細粒易食，痰濕風險都少好多。小朋友過咗奶粉時期就可以代替魚油，用輪蝦油補充 DHA、EPA。消化系統未完全發育，而吸收對小朋友嚟講真係超級無敵好。輪蝦油完勝魚油啊！快啲淘汰屋企嘅過氣魚油啦！食 supplement 唔想食白果，跟住 Benny 食新科技，香港康之森輪蝦油。